谢谢你。还有我们的音乐顾问陈维先老师，好，我们的音乐顾问，还有我们的学员呢，一一来介绍。来，弹奏我们乌克丽丽的张荣轩，我们的荣轩在哪里？挥个手，是，还有我们的横笛手徐业宇，哇，这个小弟这么厉害呀，吹横笛哈。还有我们的 keyboard 手许瑜婷，哇，好厉害哟。还有我们的吉他手徐静瑜，徐静瑜在哪里？哦，是。还有我们的小提琴梁丽瑜，哎，好，另外一个小提琴手是梁丽婷，是，今天打扮得非常的靓丽啊。还有另外一个我们的乌克丽丽张佑成，他也是等一下要演唱的，对不对？好，他们要演唱一系列非常好听的童谣歌曲。还有啊，今天呢，我们这个团队呢，我们的李贵是我们的李团长哦，非常的有心哦，他邀请了我们